第一組，好嘛？有冇一個兩個嘛？唔需要評獎嘅，就咁現場送成，係啊，分到嚟淨係有啦。第二組嘅家長仲有5分鐘啦，我哋轉位。打完，佢話打完啦，放喺心口，或者放喺窗，放喺台面，永遠。可以抌喺呢度。有個槍房，嗰個槍房咧就係擺我哋頭先話真槍，但係我情況之下不行過啊，或者爬高爬低啊，或者跳過去，要有合資格嘅導師先開到嘅。咁啊，小弟就冇呢個。場同埋6尺場，好多紀律部隊都有玩㗎啦，考驗佢哋個團體能力，點樣可以攀過去？一般嚟講，等佢過咗。遇到問題係唔會退縮。今日佢哋成為少年領袖團嘅其中一位，咁我相信你哋大。好，望鏡頭，高啲，鏡頭高啲，係啦。好，望鏡頭呢邊。